係。唉，唔識你啊！睇住啊，呢個啲舊機都唔好踩啦嚇，喐就唔好踩啦。慢慢行，婆婆。嗨，係。嗨，呢個係我哋係行公園。呢個廬山公園咧都好大嘅，100年歷史啦。湖上泛舟啊，蝦兒啊，呢度。點啊？小心唔好跌親啊！上去啦！行得咁快嘅你哋？肚啊！係啊，你講嘢好正嗰度。都唔係啊！係啊，我下次去揼國語。係蝦兒咧，嗰個市中心咧好多呢啲單車啊，同埋啲3個轆嗰啲唔知咩車嚟嘅。齊齊哈爾咧嗰啲地方咧比較係樸素啲，落後少少。喜扎嘎日的一个音转，喜扎一个美丽的大草原齐齐哈尔。那你想记住齐齐哈尔，就要记住一个字谜，一个字谜，给您猜一下。飲到杯啊，有廁所去㗎啦。这样呢，因为还有15分钟，我们这边天啊就开始黑了。这样呢就是力士分牛，体现的意思呢就是说，哎，他很有力气，力气特別的大。呢個風箏嚟啊！呢個齊齊哈爾咧，佢哋5點鐘咧就會太陽落山㗎啦。呢次咧就係齊齊哈爾嗰隻大牛勇士。咧當地嘅牛咧就係齊齊哈爾佢英雄喎，我正話喺度講。英雄牛啊？唔係啊，佢咁樣講嘅。嗯。大唔大隻？英雄牛呢只，其實嗰個風箏係咩嚟㗎？那最開始的時候，可能有人不太了解它。那現在中國啊有2家這樣的廠子生產火。呢，在我們齊齊哈爾市啊保留的日本人的建築只有2處。第一個呢就是我們齊齊哈。牛肉，剩下的羊肉。今晚咧，我哋打呢個打邊爐，有雞肉、有羊肉、有豬肉。係啊，同嗰啲香港嗰啲小肥羊差唔多。呢間叫做王子火鍋。王子火鍋呢間叫做。王子火鍋呢間叫做王子火鍋。玩字，我哋玩字 Coco 喎。呢個係王子火鍋，我淨係學講國語咧。灣子火鍋。咩鍋啊？你學下講國語啊。王子火鍋。有得食啊！唔啱，講唔到冇得食。好叻啊！好啦，食啦。
呢個鍋底啦，幾好啊！滾下滾下咁樣。啊！我都未牛肉汁嘅。呢個鐘咧就唔係慈禧太后個鐘啊。靚女。子火鍋店享受咗一餐美味嘅火鍋啊！第6日行程啦，已經係。35公里。那關於一些扎龍的詳細概況呢？臨近的時候，小張再給您做詳細的介紹。現在呢，接着給您介紹我們齊齊哈爾市的概況。當然啦，如果您要是沒回答上來或者回答錯誤了，就要給我一份禮物，好嗎？我個零鐘頭車咧嚟睇呢個丹頂鶴。今日天氣咧都幾好。我哋出發啦！而家去睇丹頂鶴。沿路翻嘅嚇，慢慢拍。丹頂鶴公園咧，好多丹頂鶴嚟呢度嘅，但係就嚟飛走啦，因為呢度地方會落雪。啲丹頂鶴咧就走噶啦，已經開始落雪啦。就落雪嘅。係啊。唔係開始係就。就係落雪噶，11月就落雪噶啦。今日咧天氣咧，你望好似好陽光咁啊，但係好凍㗎。而家溫度幾多咧？7度。7度。係啊。9度咧就係蘆葦海啦。有啲小鴨仔喺度游下水啊！仲有一隻喎喺度。啲潛水喺度，呢度有嘢食啊！呢啲係水台。呢啲咧都係蘆葦草之一嚟嘅，下邊咧就有蓮藕嘅。大家看一下這白色的球，就是世界紀念碑啊，聯合國。呢度咧蘆葦草咧喺海裏邊咧生出嚟嘅。生出嚟嘅蘆葦草啊！係啊，蘆葦草咪攞嚟整鹹草嗰啲啊？係啊，或者鹹草嗰啲鹹水草水草啊，係啊，係嘛？水草啊，鹹水草即係蘆葦草。影翻張相幫我。嗯，好啊。後邊嗰啲咧就係蘆葦草啦，就係我哋香港人咧嗰個鹹水草嗰啲嚟㗎啦。冇咁大棵嗬。嗯。蘆葦海。後邊咧啲蘆葦草咧，香港都有，但係咧冇呢啲咁高。啊。高過個人嘅全部都蘆葦草。嗯。做咩咧？做鹹水草啊，摘嘢啊，執大閘蟹啊，就係呢啲啦。草咧好宏偉啊！最著名嘅就丹頂鶴啦，呢啲齊齊哈爾嗰啲嚟呢度度假，跟住咧佢遲啲咧佢就會飛走啦。即係丹頂鶴呢個倒影嚟嘅，
丹頂鶴嘅高度咧，頸長啦，嘴長啦，腳長啦，哇！